嘿，邊個話淨係 iPhone 先得打機㗎？而家 Android 手機都有㗎啦。睇下啲遊戲畫面仲好鬼靚添，唔似以前嗰啲簡單 game 咁㗎啦。今集 Android 玩乜好係由 Voice Studio 贊助播出。其實 Android Market 入邊已經有唔少 3D games 㗎啦，可惜香港嘅 Android Market 仲未可以買到收費嘅程式，大家見佢哋唔到，咪以為冇勁 game 咯。好彩最近有唔少嘅遊戲廠商喺推出新 game 嘅時候都有推出免費版，咁大家就可以喺香港嘅 Android Market 入邊揾到啦。呢隻 Armored Strike Lite 就係例子之一。佢主要係玩策略遊戲，玩家要輪流用唔同嘅武器去攻擊唔同嘅敵人。開始嗰陣揀好玩嘅方法，再揀你要嘅武器類型。撳上面嗰個工具列，可以揀唔同嘅角度同埋武力。你輕輕力撳住箭嘴個尾就可以調校方向，之後再撳呢個位，揀返想要嘅嘢，再按 Fire 就可以攻擊㗎啦。Home Run Battle 3D 啱啱出嗰陣，好多媒體都有報導㗎。點解呢？因為佢用咗好高質素嘅 3D graphic 去做出嚟㗎。Home Run Battle 3D 就係玩打棒球。開始玩嘅時候要理解嘅嘢好少，留意地下有白色嘅位，當你喐部機嗰陣，個白色位就會跟住喐。玩法就係當擊球手擊球嗰陣，令白色嗰個位對準啲。再撳一下熒幕就可以㗎啦。過3關都好玩嘅咩？試咗呢隻 Tic Tac Toe 先講啦。淨係程式畫面都攞晒分啦。玩法方面，我諗唔使多講，大家都明㗎啦。開新遊戲嗰陣，仲會有流水嘅動畫添。知你哋貪心㗎啦，介紹多隻掃毒遊戲俾你哋啦。先揀返你想要嘅方格。再喺右下方揀返唔同嘅模式。第一個係確認你要填答案，第二個係 mark 低你估嗰格嘅答案，第三個就係刪除你估嘅答案啦。啱嘅話佢就會顯示為綠色㗎啦。又嚟到今集 Android Quick Tip 時間啦。除非用家 root 咗機，否則程式只可以裝喺手機嘅內置記憶體，可謂相當有限啦。咁樣嘅話，當然要裝啲真係有用嘅程式啦。大家其實可以裝 App Usage Monitor， 就可以睇到裝咗嘅程式用咗幾多次啦。又或者可以睇到完全冇用過嘅程式。冇用嘅嘢當然唔使我多講啦，快啲鏟咗佢啦。QR code 就係呢堆啦，有需要你可以暫停播放，慢慢 scan 完先繼續播㗎。下次如果有朋友話 iPhone 多啲 game 玩嘅話，記住同佢哋講 Android 手機都有好多 game 玩㗎。今集講到呢度先，下次再見啦，拜拜。